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今仔早起是有照镜无？可能真侪人包包内底有镜，即马毋免照哈。镜是咱日常生活中间袂通欠缺一项物件，咱差不多每一工拢会用到伊。镜的奥妙在伫伊会通帮助咱看到咱家己。咱第一个清楚看到咱家己生做啥物货，是通过镜。镜会通来检验咱是毋是自我认知的能力。科学家为着要测验到底一只黑猩猩是毋是会通自我认识，伊就伫实验室放一个镜，或者黑猩猩先有机会看到家己。看2、3日了后，伫暗暝一个暗暝时阵，迄只黑猩猩伫困，就伫伊的面改抹红色的胭脂，改抹红色的粉。隔日早起时，这个黑猩猩看到这个镜，看到迄个怪模样，较变做红的，所以就非常的急，佮非常的着跳，用手拼命将伊顶面这胭脂甲红粉要甲抹掉，希望通恢复伊原本的面相。科学家对这个来断定，黑猩猩有自我认识的能力。镜会通帮助咱看到家己。进一步来认识咱家己，拄拄因为这款的功能，镜通讲是咱生活袂通欠缺的一个工具。咱若无常常照镜，恐惊有一天，咱家己生做怎样，咱已经袂记得。有一对夫妇去欣赏参观一个画展，看袂少的画作，心内非常懊恼，画了真正非常的水。当这个中午行到100人上位。伫迄个所在徛地看真久，然后讲一声话讲：这个人哪生做遮尔歹？因这个某赶紧甲伊抽开，轻声甲伊讲：这毋是画啦，这镜呢。摩西的时代已经有铜镜，当初时的镜是用铜所做。以色列人伫旷野咧漂流的日子，会幕是因甲上帝相拄伫个所在敬拜的所在。会幕进前有一个洗肠盆，就是用铜镜所做成。出来记第38章第8节讲，这个是指迄个有艺术天分的比萨德，伊来做这个会幕。伊用铜做洗肠的盆甲盆座，就是用会幕门口服侍妇人人的铜镜所做的。换一句话，这个洗肠盆伊原本是用这个铜镜来做。古早以色列人真早就有使用镜，上时当初时的妇女常常用这款手镜。咱看这张图，顶面就是当初时因所使用的手镜，有一个柄伫这个所在会通摕咧，然后照镜。咱看这个妇女伫伊的腰的所在也挂一个手镜。因为铜镜是用铜所做，所以不止坚固，上时佫会发光。所以伫旧约中间，镜用来形容做强枪。伫约笔记中间有一个少年有智慧的青年人，叫做以利户。当初时约笔对着家己所遭遇的苦难真不平，所以伊想要找上帝来理论。这个以利户对约笔安尼讲：你敢会通亲像上帝甲上帝做伙来破这个强枪，互伊亲像铸出来的铜镜同款，遐尼光。上时遐尼坚固，铜镜所做的亲像铜镜这款的强枪，毋也是非常的坚固，上时会发光。所以当人抬头来仰望天，来看这个强枪的时阵，会通发现这个面强枪拄像亲像一面镜，反映上帝的荣耀。也通过这个强枪，这个以利户，这个少年人来提醒约伯，讲你毋通陷落自义。仰望强枪会通帮助咱，知影咱是受造的人，咱非常的卑微，受造有限性，袂通比拼伫创造者伊无限的权能甲气力。所以咱也常常抬头来仰望，亲像铜镜这款的强枪，会通互咱谦卑伫上帝面前。诗人讲：我抬头看你所造的天。你所做的月亮，甲遮的星，
我就对我的心底讲：人算什么货？你竟然顾念伊。当坚固的镜，有的时阵嘛会通用来做武器，特别是你咧超前的时阵，你爱有一个保护你的心脏的所在，这个叫做护心镜。保罗先生提醒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伫这个世间有属灵的征战。当咱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阵，要安怎做？伊讲，你着徛在用真理做大来下，用公义做护心镜来穿。这个护心镜会通保护咱的心脏。伫此前16世纪到11世纪，就已经有伫中国古早的中国就已经有铜器，嘛有铜镜。不过，一直爱到伫唐朝的时阵，才会通普遍流行伫民间。伫这进前，一般的老百姓，尤其是住伫草地人，也无有机会会通用到镜。伫唐朝的时阵，流行一个镜的故事，讲有一个憨直的草地人，伊的名叫做王三，伊带一个某真少年。有一日，这个王三要到伫城市来办事，伊的太太就吩咐讲：你倒来时阵，帮我买一个骡仔，大头毛的骡仔。这个王三毋捌看过骡仔，伊的记忆阁无好。因太太惊伊袂记讲：这些事你若袂记记，你着抬头看卖娘。你若看到卖娘，你着去买一个甲卖娘这个形状共款的人，家买倒来，安尼就对。当咧讲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初一，所以是下番月，下寒这个月，所以是叫玄月。迄个玄月就亲像一个镜共款，亲像一个骡仔共款。这个王三伊就到城内办代志，倒来了后，突然间想到太太交代，这若无办，倒去就惨啊！所以无论安怎，就爱买这个物件。总是伊头记忆无好，安那想都想袂讲，到底买什么款的物件？咧想的时阵，突然间抬头看卖娘，想到阮太太有交代，就爱买一个亲像卖娘这个形状的物件，所以伊就去找。总是迄个时阵，伊抬头看的时阵，伊去城内办代志，已经过2礼拜，拄15。卖娘圆，光光光。所以伊就真欢喜，到伫市场要找迄个圆的物件，找到这物件。王三非常的欢喜，倒去到伫厝里讲有交差，然后欢喜将这个镜交互因某。因某毋捌看过镜，所以摕镜起来看，看到镜内竟然有一个遮尔水的姑娘，气甲剁骹，然后搁哭搁闹，大骂这个王三讲：你这个碰倒底命的，叫你买一个骡仔，你竟然带一个细鱼。讲了后，伊就走到伊后头厝，然后甲因老母讲，王三的丈母娘讲：伫倒位？迄个查某人伫倒位？互我看卖啊！这个太太就将镜互因妈妈看，伊看了讲：这个王三嘛咧戆直，要娶嘛娶较少年的，娶到这个黄脸大老婆。这样代志过过到伫官府，这个官老爷看到这个镜。伊嘛捌看过镜，总是看这个镜时阵，看到讲有人竟然穿官服咧抄家务事，就非常的受气，讲恁咧处理家务事，恁竟然阁穿官服，恁真是放肆。这个镜，这个故事不只有趣味，总是咧提醒咱一项事，咱着斟酌着细腻，咱着知影咱家己，咱着看清咱家己。若无，当咱咧骂别人的时阵，咱骂来骂去。死灭着咱家己，镜有这种，互咱看到家己这种的功能，所以镜常常用来比喻做刀。有一句名言安尼讲：古早人因为目睭伤过细粒，袂通看到家己的面貌，所以就用镜来看家己的面貌。伊的智慧无够大，无够阔，所以袂通家己知影家己，所以就爱用刀。真理的道来端正家己。唐朝有一个好的皇帝，伊的名叫做唐太宗。伫伊的贞观之治内底有一句话讲了非常的好：用铜做镜，会通正衣冠；用历史、用古做镜，会通知一个国家的兴亡甲衰微；用人做镜，会通知影咱的行为是直也是实。所以镜
会通有足侪层面的意义。用同会通做行，用历史会通做行，用别个人甲你生活做伙的人，嘛会通做一面行。用同做行，敢会通看到咱外在的面貌，总是袂通看到咱的行为。总是咱真正的我，绝对毋是外在的面貌，也包括咱的行为举止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会通看到咱行为的直甲实？咱要安怎会通知一个国家民族的兴旺甲着衰微？到底有啥物款的行会通帮助咱？这个时阵，咱所需要的，就毋是干那是同行，咱必须要用历史做行，用人来做行。咱周遭的人，就敢若亲像一面搁再一面的行，因对待咱的态度，咧反映咱的行为是直也是实。别人的好所行会通激励咱，别人的歹所行会通成做咱的境界。咱的主耶稣基督伫登山宝训内底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你若看到你的兄弟目睭中有刺，你就爱想到你家己目睭中有影仔茶。这拄拄咧甲咱讲，别人就是一面镜，互咱反照来看到咱家己。当咱看到别人的作为无好的时阵，所讲的话无好听的时阵，咱毋通无用去论断别人，伊对也毋对。耶稣讲，你着先照你家己，好好先来反省你家己，是毋是有犯同款的错误，甚至你是毋是有比伊搁较严重的过失。咱若失去这种自我省察的能力，就敢若亲像咱拄则所讲，行迄个故事内面，迄个王三的太太，迄个丈母，甲着迄个官老爷，因敢若咧责备这个镜中人，总是因袂去责，因所迷的，因所讨厌的，因所审判的，是因家己本身。总是如果咱若敢若看到咱的行为的得失，咱抑阁无算真正认满咱家己。因为咱一切行为是对咱的心所发出，行为的得失最后的根源是伫咱的心。一个人检查通看到家己的行为，但是无拄拄你有这个能力会通改变你的行为。亲像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所讲的：“我所喜爱的好，我做袂出来；我所无爱的歹，我却常常去做。”毋是你毋知好甲歹，是你无这款的气力。会通行出好，避免这个歹。除非咱内在的心思意念会通得到彻底的换新，咱外在的行为是无法度改变。有一句话讲：牛就是牛，牵到北京也是牛。你想要改变，总是你的本性无得到改变。咱若要互咱的行为端正，咱就必须要进一步，毋是干那看伫咱外在的行为，嘛就看伫咱内在的善恶。甲正甲邪，然后咱需要一种的气力，会通帮助咱真正照善来行，真正来避免这个恶。若是安尼，咱就袂通简单用人做行，甚至咱嘛袂通干那用人做行，咱必须要用圣经做行。有一首圣诗，这首诗叫做《圣经亲像物件》。歌词内面安尼讲：圣经亲像物件。就照咱内心的错误，互咱栽做言行事正。诗人伫诗篇110篇第9节讲了非常的好。少年人就用啥物来清起伊的行为啊？就是爱遵行你的话。我要安怎会通避免无去得到上帝啊？我就爱将你的话通放伫我的内面。用人做行，会通知影家己行为的得失；用圣经做行。会通知影咱心灵的清气甲垃圾。咱若用玻璃做镜，咱会通看到咱的面有污点，总是这个玻璃镜袂通将你这个污点敷掉。咱若是用圣经这面镜来照，咱就知心灵污点。咱心灵这个污点会通伫圣神、上帝的话的观念中间，通得到改变。心灵是咱行为所有的源头，咱心灵若清气。咱的行为就顺畅，咱的心灵若无清气，咱的行为就继续有偏差。以弗来书第4章12节到13节，你安尼咧形容上帝的话，讲上帝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闪面来的剑搁较来，会通刺入
会通拨开人的灵甲魂、骨质甲着骨髓，佫会通判断人内心的欲望甲着意念，互所有受造的物无一项会通伫上帝的面前来允捌，一切拢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。咱欠伊的孝，有一天也着算清楚。当咱用圣经做镜来读圣经的时阵，上帝话有的时阵会亲像闪面来的剑，会通刺入到伫咱心灵界深的所在，互咱的心灵完全暴露伫上帝的目睭前，是好是歹，袂通允捌。上帝的话亲像闪面来的剑，也亲像一面镜。啊，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3章，搁一届讲到镜，伊照着出来日记第34章29节到35节的一个故事，将这个镜甲咱咧读圣经关联做伙。这个故事是讲到摩西到伫西奈山来领受上帝予伊的10条诫，然后通过这个10条诫，上帝甲以色列百姓来立约。因为上帝对伊讲话，所以摩西的面就发光。当时当伊倒伫到伫以色列人中间的时阵，以色列人惊这个光，要求摩西着做一项事，用一个被搭伫伊的面。所以摩西伫以色列人中间常常是搭被，将这个面甲伊炸咧，直到伊甲上帝面对面的时阵，才将这个被摕掉。这个被伫这个所在所代表的是一种惊吓。咱会惊吓上帝阳光照伫咱内心黑暗的一角，咱会惊吓上帝话亲像闪面来剑，刺入去到伫咱的灵魂甲深的所在，所以咱会要求用被来掠杂。结果因为这个被，所以咱袂通看到上帝真实的阳光，也因为安尼，咱袂通看清楚咱家己。总是保罗讲，咱毋是伫个活伫旧约，咱是一定到伫新约。这个被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废掉。摩西敢若会通用伊的面来反映上帝的阳光，若是耶稣基督是直接上帝的阳光显明伫咱的眼前。基督的疼已经赦免咱的罪，也克服咱心内的惊吓。基督的疼会通互咱深信上帝的阳光，毋是要审判你，是要照亮你，要互咱的心灵真正得到光明，得到温暖。上帝的话亲像闪面来的剑，毋是要伤害咱，毋是要杀死咱，是要亲像一支灵性手术的刀，将咱内面遮的毒瘤，将咱内面已经腐败的所在，将伊来去除，然后咱的心灵才会通得到真正医治。也通过这款的过程，咱的心灵才会通真正得到自由，对各种的惊吓，对各种的束缚。对各种的败坏，对各种的罪甲邪恶得到讨伐。上帝话就是神，上帝话就是活命。主的话伫打落，伫迄个所在，就有自由的生命。当咱无搁再惊吓，当咱将这个被摕掉的时阵，当咱读圣经就亲像咧照镜时阵，主的阳光会通对圣经这个神圣的镜反照出来，互咱会通看清楚上帝的形象。咱原本就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，咱互罪所污染、所破坏。如今通过圣经这面神圣的镜，互咱通顶头发现真正的我，一个甲上帝无搁再隔离的我，一个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我，一个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医治、得到顶头生、得到真正迈向永生的一个我。大兄弟姊妹，古早的铜镜。袂通亲像咱今仔日的玻璃镜，照甲一清二楚。保罗先生指出，咱对上帝的认捌，就亲像过去咧照铜镜共款。伊讲，咱如今敢若亲像对镜咧看，咱对上帝的认捌，敢若亲像对镜咧看，模糊无明。总是到迄时，咱就通甲上帝当头对面。咱抑阁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，咱对着上帝的代志所在有限。而且是模糊无明，上帝济济奥妙，有诶已经向咱显明，总是有诶悠远稳重。所以咱毋通讲我完全捌上帝，咱对上帝诶认捌，就是保罗先生伊原讲，咱悠远是模糊无明，悠远有限。
可是当咱离开这个世间，当咱对死隔绝，当咱进入到上帝国度，上帝予咱一个应允，咱会通甲伊当头对面。迄个时阵，咱就通全然捌伊，亲像主捌咱一样。那安尼，咱也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会通做一项代志，咱常常读圣经。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道。咱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这个道，栽种伫咱的心灵内底，因为这个道是会通拯救咱的灵魂。当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上帝通过伊的话，让咱显明迄个真正的我，迄个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我，迄个伫耶稣基督内面要成做新创造的我。咱毋免是着爱读圣经，咱着爱听道。上时圣经甲咱教示，咱着爱去行道。我故事讲了非常的好，若有人敢若听道理，逐礼拜伫这个所在咧听道理，逐礼拜咧读圣经，总是听这个道理了，无要去行。伊亲像啥物货？伊亲像人在照镜，有看到家己原本的面相，通过镜，伊会通看到家己，看到家己的内心，总是伊离开了后。念咪就袂记起到底伊本来面相是啥货，所以伊还搁咧活的时阵，袂记家己即个面相，所以由原的各种的误会、各种的罪恶、各种的引诱来污染伊原本上帝已经伊显明迄个纯真的面貌。同款，当一个人只有咧听道理，总是无要去行道理，那安尼对着道是雾雾无明，常常会袂记起。所以咱读圣经读到的真理。咱就照安尼来行，咱就通将这个道真真实实记伫咱的心内，也互这个形象愈来愈清楚。但亲爱的姊妹，咱的确爱常常照镜。今仔日咱大概无人用铜镜，但是咱一人是用玻璃镜。总是无论咱袂当敢若用玻璃镜来看咱的面貌，来看咱的清澈。伫咱甲人彼此相处的日子中间。咱毋通仅仅要去论断别人，咱就爱用人来做镜，通过人这面镜来反省咱家己本身的讲话，咱的行为是毋是有得失？伫咱的人生的生命中间，咱也着常常用圣经做镜来看咱的内心，互圣神通过上帝的话，用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来医治咱，来改变咱，来换新咱，来充实咱的生命。当咱听到这个道，咱搁去行的时阵，那安尼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就会通将上帝创造咱新的形象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显明。兄弟姊妹，就照镜，用圣经来照你家己，才能动心来祈祷。感谢人心的上帝，阮求你这个时临到伫阮中间，求你的圣神光照阮的灵魂。互阮的灵魂会通对黑暗中精神起来，求你将你生成的活命的话放伫阮灵魂的前面，亲像一面光明的镜，互阮会通看起阮灵魂真实的状况。有垃圾、有误会、有污点的，阮恳求你，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，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去。阮原本就是照你的形象所创造。求你，互阮看清楚你原本创造阮的形象。阮也是伫耶稣基督内面，要成做你新创造的人，要有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求你也互阮看清楚，这个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形象。互阮愈看清楚你所想说的形象，互阮愈知影罪实在是可怕，伊会污染阮整个的内在心灵。互阮愈看清楚你所应允这个新人的形象，阮就愈欢喜。离开罪恶，来归向基督。爸，阮的上帝，愿你的话成做阮灵魂的镜，常常照阮的灵魂到极光明。奉耶稣的名祈祷。